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如何將燒肉變成3種唔同樣嘅食法，又爽口又惹味。我哋開始啦。第一種食法要同大家分享嘅就係每一個華人最少都有試過蒜炒燒肉，簡單又美味。首先將你需要到嘅燒肉切塊，唔使切到太細。喺呢個食譜入邊，你需要到3條蒜，將佢切塊，然後用清水沖洗，記得要洗得乾淨啲，因為有時你嘅蒜入邊會帶住沙粒或者泥嘅。除此之外，你仲需要到大概4粒嘅蒜頭，將佢切片。你需要到嘅材料就係咁簡單，就可以開始煮啦。當你嘅鑊熱咗之後，唔使加油，就將個燒肉倒入去，用個中大火慢慢嘅煎去，將個豬油逼出嚟，咁你炒出嚟嘅蒜炒豬肉先會香嘅。當你睇到有少少嘅油溢出嚟，就係加入你嘅蒜頭啦，然後加入少少嘅麻油同埋胡椒粉，增加佢嘅香味。其實咁樣冇加蒜，加翻啲蠔油已經係好好味啦。但新年流流，點都要加啲大蒜，攞個好意頭。然後加入大概2湯匙嘅蠔油嚟調下味。除此之外，我仲會加入大概4至5湯匙嘅紹聖酒，增加佢嘅香味。然後冚鬆蓋俾佢焗一焗，大概2分鐘，咁就可以食噶啦。係咪好簡單呢？呢個就係我11、12歲嘅時候學到嘅第一個食譜。下一個食譜要同大家分享嘅就係9層塔炒燒肉啦。我喺清邁旅遊嘅時候，無意中發現到呢個食譜，覺得真係好好食，所以今日煮俾大家睇。喺呢度我係用咗4條嘅指天椒、4粒蒜頭、少少嘅鹽同埋1紮嘅黑胡椒。如果你中意食辣嘅話，指天椒你可以仲放多啲嘅。將佢打碎到咁樣嘅狀況，咁就可以啦。滗出嚟大概係1湯匙半左右。調味料方面呢，就係2湯匙嘅魚露，加少少嘅白糖，咁就夠噶啦。當然你少不了你嘅燒肉同埋9層塔啦，大概1碗咁左右就得啦。同樣方式，鑊熱之後將個燒肉倒入去，但係呢一次呢，我哋就會俾煎耐啲，煎到比較多油溢出嚟。然後加入已經中好咗嘅辣椒同埋蒜頭，將佢爆香佢。如果中意食超辣嘅話，呢一個時候就係加入新鮮嘅指天椒。當你燒肉已經爆香之後，就係加入你嘅調味料同埋你嘅9層塔啦。加入9層塔之後，就可以熄火啦，將佢炒一下就可以攞出嚟食啦。最尾一種食法就係腰果炒燒肉啦。我喺清邁 Cooking Class 嘅時候有學到腰果炒雞嘅新做法，我覺得個味道真係唔錯，所以決定用燒肉代替雞肉，將呢個食譜同大家分享。將燒肉切塊之後，你仲需要到1粒燈籠椒，將個燈籠椒破開切塊咁就得噶啦。同時你仲需要到1大匙羹嘅蒜蓉同埋1碗嘅腰果。如果得嘅話，買已經烘變咗嘅腰果，咁你就唔會咁麻煩啦。至於調味料呢，我哋就係用呢種 Thai chili paste 啦，入邊已經有鹽嘅，用1羹就夠噶啦。如果要口味再重啲嘅話，可以加多1羹。鑊熱咗之後，加入少少嘅油、蒜蓉同埋你嘅泰式辣椒醬，將佢哋一齊爆香。當你聞到蒜蓉同埋辣椒嘅香味嘅時候，就可以加入你嘅燒肉，然後再一次將佢哋全部爆香。當你燒肉開始煎到已經溢出油之後，就係加入你嘅燈籠椒同埋少少嘅水，然後冚上蓋焗佢2分鐘。2分鐘之後，加入你嘅腰果，將佢炒一炒，去索下嗰個醬汁，咁就搞掂啦。呢3個食譜真係絕對簡單又好味，希望大家俾我少少嘅鼓勵 ，like 呢條片同埋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。如果身邊有朋友有好多燒肉但係唔知點煮嘅話，記得分享俾佢哋。